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關師傅 Master 關嘅玄學世界。今日同大家講關於發夢嘅嘢，因為呢排咧身邊有朋友成日夢到啲嘢啦，又或者係都喺 Facebook 其實碌到有人話，即係成日見到發夢，見到咩狀況？咁究竟覺得個夢境係同潛意識有關啦，定係嗰件事係真係一個某一個地方嘅某一個片段呢？咁可能呢個係過往啦、現在或者未來啦。有啲甚至乎會講係平行時空啦。今日逐件事講先。一個講法嘅就話，如果嗰個夢境係第一身嘅，見到關於一個無論係已故親人，又或者嗰個係一個你自己見到好特殊嘅片段，有好多人就見好多古怪啊、鬼怪啊，又或者見到親人同自己有好多互動咧，呢個同你自己嘅潛意識相關嘅機會高啲嘅講法。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情緒咧，喺我哋每日嘅所謂意識層面做事嘅時間，一個人咧好多嘢，其實佢感知呢個世界咧，同佢嘅主觀意識好有關係嘅，即係佢點樣去感知呢個世界，同佢自己一個框架，佢認為呢個世界係點，又或者佢個心識覺得乜嘢重要，咁嗰啲咁嘅信息走咗出嚟，俾佢知道、見到。睇到聽到個機會高啲，咁但係有陣時有啲人就係因為佢某啲嘅信息，佢自己未必好平時好在乎、好在意，但係喺發夢當中會走翻出嚟，又或者有啲情緒借助某一啲佢日常嘅認識嘅人，或者認識嘅場景，或者認識嘅事物，喺嗰啲咁嘅場景走翻出嚟嘅，咁啊呢啲比較多同屏蔽咗嘅潛意識有關，咁但係當然啦，有陣時都可能係同某啲人嘅互動突然間係一個比較弱嘅狀態，先至會走翻出嚟都唔奇。咁啊，另外一啲人就話，如果你喺個發夢當中見一啲片段，你係第三者、第三身嘅角度見翻嗰件事咧，咁嗰件事係真嘅機會，相對嚟講高一啲。道教經文裏邊就會有咁嘅夢者陰陽之交，兆於吉凶，即係意思你夢咧，其實喺一個陰陽交界嘅時間，通常係講幾時咧？夜晚大約可能凌晨1點至3點、3點至5點之間嘅時間咧，陰陽交界嘅時間咧，通常就會容易卜到吉凶嘅兆。無論呢個係經過潛意識再反映翻出嚟，又或者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嘅片段。喺你嘅睡夢當中走翻出嚟，咁呢個都唔奇。有陣時我就會話啦，無論點都好，你見過親人或者見啲朋友，咁但係佢走嚟喺個夢中出現，同你講某啲嘢，咁其實你好難估個夢吉凶嘅。你可以揾師傅俾一啲占卜方法，又或者係一啲諮詢，睇下當中嗰件事同你每日嘅生活相關嘅機會高唔高。又或者同你嗰排所做嘅事有冇一啲關聯？如果假設呢啲關聯比較大，咁可能都係一啲潛意識或者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嘅情況。如果都冇特別嘅咧，咁可能都係有某啲陰陽相交嘅當中，係啦，你個境界會提示你一啲信息，咁你可以做一啲嘢。如果你夢見親戚、夢見一啲朋友，特別係已經走咗嘅咧，佢喺個夢境裏邊再出現，就算當佢真與假都好啦，佢都係比較信息你。而家嚟緊重陽啦。又或者可能係相關嘅時間，咁你可能有啲叫拜祭祭祀，又或者探訪嘅時間，咁你咪做一啲咁樣嘅嘢咯。我覺得就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你咪做下咯。其實冇乜壞嘅。有啲人就咁講啦，有啲人咧發夢咧，通常咧發啲恐怖嘅夢就會好驚嘅。我都有啲朋友客戶都好驚嘅。咁嘅情況之下，有啲咩可以做咧？咁道教啲太平經講，符者所以召神靈，驅鬼魅，治病除災也。用符嘅嘢可以驅邪啦。召神啦，同埋治病除災。你覺得因為呢啲咁樣嘅夢境你好驚嚇嘅，咁攞去帶下符啦。咁有啲人就信佛教嘅，可能靈驗經講啦，咁你可以有啲經咒，例如靈驗神咒，能破一切魔王羅剎鬼神。咁即係你可以念呢個靈驗咒啦，帶呢個靈驗咒啦，咁睇下有冇一啲經過啲大師加持嘅經咒俾你帶住。咁呢啲都係一啲保平安嘅嘢，或者可能令到你一啲入夢嘅嘢去有啲阻隔。有啲人你見到，就算夢中見到一啲佢唔熟悉嘅好恐怖嘅一啲鬼魅嘅時間，係咪一定代表佢一啲係鬼魅咧？可能佢自己心裏邊有啲嘢未解決啦，又或者啲眷屬係經過第二個樣走出嚟。咁當然啦，你可以帶咗啲符啊、經咒啊去屏蔽咗佢啦。咁可能佢有啲嘢要你知道屏蔽帶一啲護身符之前咧。你可能要睇下究竟有冇啲嘢需要，可能你留意啦。
提下你啲眷屬啦，提下你身邊啲人咧，有啲事可能會發生。今日講開一啲見到啲可能有啲見到靈體啊，見到啲嘢，咁有啲人就話：喂，帶小朋友去某啲地方，有陣時佢會見到嘢喎，咁啊當佢真定當佢假好咧？咁我都有啲朋友家長，唔知有冇睇過呢條片啊？就係夜晚可能突然間起身咧，個小朋友會拍手啊，對住某個地方會打招呼啊，有講法嘅。有啲就話呢個天門未閉啊，即個頭殼頂所謂叫腦筍都未生埋，會見到佢有啲可能喺呼吸當中咧有啲肌肉會喐動嘅。呢啲咁嘅狀況咧就係可能會做某啲嘢先至會可能屏蔽到，或者到某個年紀，咁呢啲人都會容易見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啲家長如果啲小朋友容易見到嘅時間咧，我比較建議佢可能都會帶下啲符啊、經咒啊，令到個小朋友比較冇咁容易俾嗰啲嘢接近。咁呢啲可能會幫到個小朋友多啲。有啲係家長咁嘅，佢去啲新地方去揾啲新屋嘅時間，帶埋個小朋友，我唔知佢想個小朋友見到定見唔到啦。咁就見到嗰個地方有冇嗰啲靈體或者乾唔乾淨，咁佢就會幫佢揀屋咯。現在有啲家長好驚嘅小朋友會有呢啲咁嘅反應嘅，就係返學，咁所以變咗咧，通常都會攜帶啲經咒啊、符啊，令到小朋友冇咁易見到嘅。有啲朋友咧去啲地方旅行咧，通常都會問我攞定一啲嘢，去到酒店啊，又或者某啲地方啊，自己帶住啊，小朋友帶住都有。咁有啲人甚至乎買啲法器咧，去到某啲地方，可能哋叫畫返個結界，保障個平安都有。睇下究竟每一個人需要咯。咁大致上就係講經咒啊，或者見到靈體嘅大致上咁啦。咁今日關於夢啦，同埋發夢見到唔乾淨嘢嘅一啲會發生嘅事咧，同埋啲處理方法同大家分享咗。咁下次再有其他嘅題目同大家再分享。拜拜。